播送出去，放送出去。袂记得伫倒位？遮。哦 ，OK。167呀 ，OK。那有人捌蔡天香吼，蔡天香吼，再甲招一个吼，看伊昨无听着，懊恼，哎，我就歹势吼，无甲招。哦，天香香，你捌？咱时间到才开始啦，还佫剩7分钟。大家早。好，咱30分才开始啦吼。拢 set up 好啊吼。今仔日我就提早啦吼。你放较大，即马目睭歹你知？啊，歹势，时间到，我想我药仔也未食，我吞一条仔药仔，睡好。好，来，咱对167页这上落尾这一纸开始看起吼。纯粹甲春枝仔讲，你看这是阿嬷大新的这个钱袋啊吼，荷包啦吼。你看，伊咧绣了偌好，你看。好，后一页。昨毋知啥物原因哦，现也有些现袂过吼。希望今仔日袂安尼。啊，伫我顶头即个拼link是我 YouTube 直播的吼，你会当直接看遮。啊，我嘛有甲网络顶找着文本的迄个 link 搭伫 chat room 吼。你去看，你甲牛仔中搁较落来即束啦吼，就看会着。我若念你若找会着你才看啦，啊无你着看我直播吼。春季甲接过来看，钱袋啊一面绣的是苦汉文照线。苦汉文照线知的人应该都知影吼。青蛇白蛇吼，青蛇白蛇伫咧湖边相别，另一面是青蛇白蛇各提剑在前，法海背着佛尘，手呢托一个，这是读做钵啦吼，我毋知台语怎读吼。身后是金山寺，故事题材极平常，伊呢却忍不住来学乐讲：哇！你看这面部表情，遮无到半公分的面色吼，会当绣出遮尔水的这个查某囡仔吼，眉眼鼻喙吼，真正是足水的。
阿嬷即个了不起的功夫到咱遮就转去，嘛无人来传承。纯粹就讲，我18岁迄一年，伊互我的，你迄阵才3、4岁，无偌久伊就过身啊。剩去过目来想，死也毋知去倒位，生也毋知对倒位来。纯粹有个讲，阿嬷受即个故事情节吼，即个故事是一定有伊的深意，只是咱毋知看有还是看无。你一定会奇怪讲，白蛇端连3好囡仔都拢知，何必来看呢？其实一寡人拢是干那看故事，毋知影伊的深意。你抑阁会记哩？当法海甲苦汉文讲，恁家后是妖精的时阵，伊竟然惊甲要爱迷起来。白素贞两人阁想讲伊是落难的，为着要去救伊，水漫金山，上多少生灵，派遐尼大因果，派遐尼大因果，伊毋是毋知影家己咧做啥，但是呢，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伊是修了1000年，才得到人心，可以竟然会当为迄个人一个啊，着拢豁出呀，就是豁出去了哈。还是我不要还这爱情敢有遮尔通好信赖吗？迄个庄主也是安尼。伊犯术试探，试验妻子，等是还阁认真到阁要去破关吼，破开关查啦吼。人生所有一切拢缀伫个爱情爱顶头，落到最后家己自尽。这两个故事其实拢是共一个结论：查某人所以受苦上多，原因就伫因对感情完全的投入伤过认真，但是大部分人无共，因无遐尼认真，因袂一直停留伫个情爱内底，甚至根本就袂进入状况。大部分人回伫毋是苦汉文，就是庄主，剩机讲袂出话来。你想看，查甫你美妖精吼，你惊，你保护伊家己。查某竟然摕剑要去为伊拼生死，拼的还阁是几啊世生死，去干犯天条吼。你了算讲，只敢有旧式的人物才会安尼。秋山的三姐啊，少年的时阵伫咧庆应大学，原本有查某日本女朋友，关系已经是非常。咱厝里嘛拢也袂真知。因此呢，就叫伊转来，要搁含阮锦婆相亲。第2年战争爆发，回伫袂得转去，两人就结婚，一直到现在。家族内底无人清楚伊有几个岁吼，几个即个岁仪啦吼。半年前有一个亲情对东京转来，传一个消息，讲迄个查某囡仔到现在7、8十。一直袂嫁，所以呢，免替因担心，大部分人是袂有爱情悲剧的，尤其35岁以后。当然，20岁左右，大部分人嘛可能有一寡纯情，会当做些一寡什么代志，但是呢，过了迄段期间，尤其是婚后，两人都无过毋过是。不再是迄个男女，而变成是亲人，变成是伦常的一部分。纯粹若讲，看一目春姬的表情，又搁继续讲。我因为伤了解爸母，知影因的人生是无你让半步的。你若去经伊，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不忍心讲。春姬答应讲。我有想过，因会断绝爸囝关系，而且到死都袂相认。两人还阁着爱离开爸主要国小，加上伊的成长背景，又阁是孤囝，
要叫伊放下老母、阿嬷，或者是甲因带走，对伊来讲拢是真苦、真艰苦。纯粹讲，你已经听明白，即寡压力和迫害，伫咧男女关系的时阵，袂起啥物作用，可能无啥物感觉。一旦你进入迄个伦常期，就要开始伤害婚姻，两个人都已经痛苦。春枝一时则无话讲，但是呢，若选起创，你会当想着讲，我即卖的状况正是15年后的你。纯粹讲到遮，停就停咧。吐一个大气，讲若是会使，阮两个拢无爱紧。两人讲到深夜，就各自去困了吼。春枝第二天起来，四过无看了春水，原来伊是去办因老母所交代迄寡代志。春枝家己就由安平所来招呼来食早顿。因姊夫和两个囡仔嘛围道工作。当你讲一寡家常闲话，楼骹结精灵又搁响，因姊夫匆匆忙忙。我有查过啦，即个匆匆伊也是歹讲，有一个词典有匆忙啦吼，匆忙吼，匆匆忙忙放下伊的碗箸就离开。伊毋知影家己以后是毋是也着爱过即种类似像安尼的人的生活，但是呢，伊已经伊有觉察到讲纯粹伊的线啦吼，忝甲线。纯粹一直到食中昼的时阵才转来，看春枝休息，小一个寒桌啊，问讲你加带一工仔来陪我？春枝讲加带一工，还不如规年长透大咧。但是有可能啊，而且带愈久，爱离开的时阵，你愈这要安怎讲？灼心吼，心内愈艰苦啦吼。纯粹无回答，伊一时嘛无好开嘴吼。伊知影家己声音已经拢加伫脑后。春枝也毋知要讲啥物才好。等伊想起来的时阵，春水已经入去内底去洗面吼。随即行出来，面里阁有水分吼。伊生做无成因的爸母，颠倒有成外家的阿嬷，长圆的目睭、目只，逐支拢会算的。穿一件米仁色的围裙，红色的上衣，乌又阁捌的头毛拢盘起来，背影看起来有一点像春祥。还是我要记插电。春枝，你敢会记得我读男女的时阵，有一个同窗叫田美婉，伊去过白水湖，嘛排真浅色，和我变悬。伊大学毕业无几年就出家咯，即嘛伫德亏寺。春枝想起来讲，像遐咧。就不如你所讲的，两个拢无选吼。纯粹留仔想者嘛，讲前几年咱三五个同窗，阮三两个同窗烧酒去看伊，我就问伊一个问题：你为怎样的代志来出家？伊安怎讲？伊问我讲：你要听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我讲两个拢要。伊就讲：好，简单一点就是要甲不去学做大丈夫的代志。复杂啦，就是讲有地球以来生命所有面对过的即个问题，做一个解决。春枝停足久，拢无讲话。春枝伊安尼的答案，你听有无？春枝一时仔才硬去，过一时伊才讲。伫即当时，我实在是半句都讲袂出，但是呢，却走入去心的内面。
我希望伫有生之年会当知影伊的心意。讲煞看时间已经近啊，春姬就甲伊随身的即个袋仔摕，就落来含众人道别。伊先甲护士点头，欢迎大家来爬水湖。护士呢，就是一片的再见声吼，佮行入去诊疗室，看到秋山，讲一声：“师傅，我要来转咯。”秋山身躯顶挂了听筒吼，手呢当咧写处方签。伊一听呢，头挖一个大话，讲一句：“问大家好，有时间再过来吼。”春姬到厝内的时阵，春水已经伫门口咧等伊。最后只个一路送伊直到车头来。车头内底人来人去，大家拢是同一色的即种阵罗奔波，面的竟然拢带着相像的表情。两人先看时刻表，确定车帮是3点15分。春水又搁匆匆忙忙退下来买车票，搁陪伊过月台。姊妹仔一上一下行着楼梯，一竿行楼梯啦吼。春水忽然间想起讲，将家己身躯顶的一包物件，忽然间想起一项代志，就家己身躯顶的一包物件，钱伫春姬的手呢。春姬问讲：“这又搁是啥？”春水讲：“是你约袂着。”春姬讲：“卡送的物件，毋是老早就包好伫个内层的袋仔嘛？”春水讲：“老式那几项较母就是迄几项有啥意思吼？是咱当年阿嬷所留落来纪念啦，除了钱袋仔，还佫有几个清朝老银手指啦。这既然吼你捌好，又佫保守，又佫知影通保守，就由你保管。春姬听讲，就家收好，佫讲：“我是最后一班车才转去白水湖，转到厝真晚。敲送人有敲电话来，你就干那讲即点就好。”春水真紧就听出即句话内底的意思，伸手就春姬换掉，讲：“你若做任何决定，我拢支持。春姬毋通袂记，我是徛伫你即条线。”列车总算入站，像一只像一只真大的即个物件，甲月台顶的所有人拢吸入内底。两人依依分手，春姬坐上火车，看到春水渐远，家己沉重的，家己就甲双眼闭起来。既然少年的梦早晚着爱醒，伊家己恬静的心头做了一个决定。火车火车铃隆叫吼，载着伊走。大城市接着小乡镇，一站又搁一站。春姬目睭推开又搁开咧，这推开又搁开咧。窗外拢是家人平原上美丽的景致。伊拍开春水迄个袋仔来看，除了钱袋仔，另外阁有两支老式的即个银手指，雕刻着人物故事。一个是三重会省，玉洞村跪伫下面，顶头滴乌西帽的正是王金龙，两边阁有陪审官。另外一个是状元祭塔，苦梦狗跪伫个雷峰塔前，白素贞对塔呢伸出头来。春姬摸着阿嬷伊的手镯，伊安怎讲？手镯吼，又搁摕起即个钱袋仔，斟酌看，遮尔水的即个查某囡仔摕剑而往，伊到底是为虾米咧拼命呢？再三看过，才甲伊收起来。伊又搁窗仔外看去，
黄昏的日头伫个即个西边，鸟只正急飞收去。春季即条则个注意讲，坐伫家己身躯边做一个少年的即个比丘精，就是和尚啦吼。伊伫个台南上车的时阵，即个位原本是做一个富人人，也毋知一时当时落车伫倒一站落车吼。春季看伊专心伫读书，原本无咧甲要伊，家己又搁愧目，搁2站就到啊。伊所有心思做一个拢浮起来。隔壁座即个修行人无偌久，就搁现字业。伊真规则的即个现字声响伫耳边，伊一时提开目睭去看伊所看的。法将金日碧，花罩气连红，何必太零落，莲叶树低空。文艺禅师。春季一个坐直起来，伊感觉家己本来是杂乱的即个心情，忽然间去放入一粒明环吼。比丘继续现着蛇张，春季小停一会，小停一下，又搁对咧看落去。独占，伊若写笔头哦。万岁南离第一秋，金印宣，应该宣嘛吼，还是现如道，声势非常久。袂晓读，多少往地球，动眼好手。望甲黄娘，一朝无好友，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连地大师。如果毋是车站广播员的提醒，春季险险就袂记落车。伊经过比丘僧，比丘就是精哦，比丘精身躯边的时阵呢，特别双手合十。少年师傅，多谢你。比丘精念一句阿弥陀佛。春季真紧就落车来，伊看一下手表，差10分就5点。等于白水湖就要到对面街仔去坐车，但是伊就要先敲两通电话。即碟伊内心是真久无安尼的即个清澈平静。对修理手表迄当阵拄着冲突以后，伊的心就一直乱到无所在通囥。车站内设有电信局，伊先敲去互春水，阿姊，我到新营啦。春水听讲是伊，又搁又喜又惊，敲过电话。我无讲你当时离开，干那讲你最后无帮车要到厝。春季小停坐者，才讲我会甲伊，我会甲话汉语讲互清楚。春水嘛讲，无一定过2工，我嘛会转去白水湖。春季讲，我是要甲你讲，我已经想好了。若讲我也行一条你安尼的路，安尼等留一点啊，等甲留一岁啊，50岁，袂使。我若50，你已经65啊，走袂离落。春水伫个电话迄边就笑起来讲：“你50岁要带我去倒位？要一个汉字不要读吼，搀扶，要带我去倒位？应该是个意思吼。”春季认真讲。等我45就好，你60，或者是讲搁较早1-2年，咱就去德溪市，听你同学来讲经。3分钟已经到，电信局的接线员问春季要搁继续无？春季搁另外接白水湖国小的电话，歇热就才开始吼。崇德即站啊，应该拢搁伫学校。
春姬知影讲伊愈来愈惯，知影崇德愈来愈惯势，甲家己留伫咧教室，一直到天黑，若找袂着人，伊还袂想讲是毋是爱搁敲去因兜，因为是指名电话吼。当接线生告知接通的时阵，伊的手只啊小皮皮喘吼。我是邱崇德，我是春姬啊。哦，伊小笑一下，伊小停一下，才开始想意外吼，问讲你伫外面吗？春姬一时仔才无法度应，因为听得出来伊内心的不安。崇德又搁加一句讲。边仔无人啊，值班的季老师已经先去食饭。春姬即当阵才心内才放松，讲我伫新营，拄仔要坐5:15的车转去白水湖。我想讲等咧前2站落车。即声轮到崇德无话讲啊。春姬又搁讲，我逐面想讲，念到最后3逝都爱试现野，但拢袂记。春姬又搁讲，站名是埔仔厝，你敢知影迄个站？崇德总算听明白，听明白伊的话，讲我知，我会骑车去遐等你。伊一讲，春姬颠倒点落来。崇德又讲，车程大约是25到30分钟，你若先到，就小等一下。两人互相讲再见。春姬挂了电话，甲费用纳了，就行过对过来。迄个日头到即当阵吼，已经遐无遐尼微，遐尼热啦吼。但是空气呢，也是真沉闷，四处拢有蝉声零散吼。迄个是说袂记暗晡济啦，田啊，各所在讲即个田的咧名拢无共吼。四周围有蝉声零散。春姬行到客运站前，头一个，敢若看到红涂骹有一只感仔色感仔色的新乌色的即个湿的即个蝉，就是安布西吼，落伫遐，伊对教科书的资料知影讲，每一只蝉伫咧涂骹底17冬，出土了后，只有干有7天的日子，有交配无交配，伊拢会因为气力用尽来死。春姬哭落去，将伊捡起来，也毋知怎样，忽然间一阵的心酸。伊是安尼教过学生，伊原先以为讲人类所有的堆肉是无共伊苦唱不止的蝉食吼，是含苦唱即个唱歌一直咧唱哀歌即个蝉是无共的。但是呢，拄则伫火车顶，少年比丘翻动伊的即个，我袂记查这记吼。记子，教伊重新来想，毋那咧，还佫有离开台南进前，春水所讲的，伫咧德亏斯的甜味碗，伊的话更加是教伊重新来看代志。人类自以为有别于蝉食，总是以为家己的梦比较伟大，事实却是两下拢弄破头伫咧求。蝉已经无气力，只会当小可动伊的骹脚吼。春季烦恼过往的人车遮尔多，伊一面甲暗呢吼，同时呢找路边迄个树荫下底吼，将伊轻轻来甲放落来。搁较大的悲悯也代替不了生死吼。生死真正是上孤单的承担。蝉离再见。伊讲即个话的时阵，目屎一下对目眶走出来，顶落来吼，顶到即个蝉身呜咽吼。
人类几亿年的生活史呢，对跋倒到继续人到底伫咧追求啥物？只敢若是把食，只敢若是繁衍后代，然后将心愿一个一个完成，敢是安尼吗？人的心愿又搁分做偌侪层次，像伊老母用所有的气力要趁搁较侪钱，而昌德的父亲，无定只是为着人类上根本的物件来出力而已。姊夫的心愿是开一间综合病院，大爸却是放一工假，毋知偌好开机者希望江山永在，浩劫降浩劫的即个基地，就是救国救民人的愿望各异，当心事完成，伊会因此搁较快乐吗？像因老母将你追入，劳心一行，你不自知是苦事，整个人类史呢？头前的人受啥物苦？因何受苦？为何是苦？后面的人无一个知，悲剧因此而重复。迄类如果定塔答案会伫倒位，人也容易触觉。即个我实在袂晓翻。分别虚情到尽头时，无非苦死乐死。如果苦乐不得，生命是毋是会有破解处？而迄个触觉是真正会当相信的吗？伫甜味软的话呢，和少年比手的枝叶中，春姬愿意相信，受人找到生脱死的大法。伊又搁看闪食一眼，即时才白水湖的车帮即时白水湖的车帮已经闪出红灯，春姬匆匆坐上车，找一个后头活桶的位坐定。昨昏伊坐车离乡的时阵，经过其中一个小招呼站，有一个阿婆上去。伊的行动特别慢，车内疏疏无人，但伫司机耐心等待，以致伊会当清楚看到小砖头即个电影看板。既然少年的春梦早晚就爱醒，既然人生不过是春天的梦境，其中的诗意又搁在哪里？迄真正爱面对的又搁是啥物？伊呢，竟然着爱找一个青分僻静的所在，才会当甲所有话来讲清楚。天要暗的时阵，转去白水湖即条路特别美丽，两边的相思树参木蔓，日头强要沉落去，边际的红霞渐渐暗落来。爸母既然是交代春水甲伊正式来提起，即项代志上慢到明年，一定都要有答复。春姬想着讲，如此一来，家己也毋知何时就要离开白水湖，加一年。美丽白水湖，伊加敢若会当搁伫遮住一年。世间哪会有一堆家己做袂法度做主的人甲事呢？像大伯，像伊爸母，像崇德，像春水，像姊夫。伊伫咧车顶远远看着崇德，伊穿着长远的白靴子伊的手搁凊彩拗起来随意拗起来。春季落来的时阵，崇德早行到伊头前。春季落车的时阵，崇德已经行来到伊面头前。即当阵天色差不多拢已经暗去，只敢有小路灯甲店家的灯火伫闪烁。崇德和春姬拍招呼讲：“嗨。”春姬问讲：“
车帮敢若万分，你敢有等足久？创一笑讲，学校到遮徛车爱23分，我有小算一下时间才出发。正你讲的时阵，因为几步路程都有一间店吼，卖食吼。聪德问讲，你还未食饭毋是？咱入来食。春熙倒伊行入去，嘛点一寡炒面甲菜汤，两人对坐一时才无话。还是春熙讲，你毋是讲要请我看电影？聪德敢若笑笑无回答。春熙只好佫讲，昨昏到台南看阮阿姊，车经过的时阵，我发现遮有一间小戏院，也毋知片名，就甲你提起。聪德笑讲，我看着广告榜叫做“糖豆白梅”。春熙讲，等食过再来买票，应该袂客满。这时饭菜已经到，两人摕箸来用。聪德看春熙讲一句，请慢用。春熙瞄准是家己食伤紧，硬一个看聪德自对乐德仔提出戏票，讲本来要你去进前，才想讲要变戏法，叫你，互你行一条。我因为早到5-6分，看到广告牌就先买了。饭后，距离放映的时间还佫有10来分，两人就伫咧附近的田湾路行。埔仔厝大约住有100外户的人，四角围仔拢是田地。大天的暗暝，田夹仔、橡树两不相让吼，各自唱起各自的调来。聪德讲，做兵的时阵，竟然认为因有够差，即嘛反省过来，地球也毋是专属人类所有，应该是咱去妨害着因。戏院伫咧6:50分开门，观众无多。春熙直到散场出边门，看手表已经是8:20分。剧情伊较早捌听春水讲过吼，春水自少女时就爱看电影，伊迄当阵伤细汉，对袂着，伊拢是由春雄去看。自细汉熟悉的男女，战后拢改成孤儿。查甫因为偷窃哦，查某因为偷摕物件啦吼，处处是地带的医科教授，可怜伊聪明误用，就甲栽培。等伊大汉，两人重逢。查甫是医科大学生，查某沦为酒家女。后来伫咧养爸以断绝爸囝关系的状况之下，两人伫咧旧日名士所在分手。前2年，春熙听即个悲伤的主题曲，会有无奈甲感伤，但是呢，即当阵伊竟然毋是。查某是为着要成全分手，分开了后，伊富贵功名就拢有，查甫的啦吼，富贵功名拢有，娶富家富户之女，做成功人物。查甫的却又阁是伫为家己，伊无放掉手头的一切，颠倒找了充分的借口。戏院50尺外拢是田野，最后一班车还阁30分才到。春熙行伫田湾路，右刷直跨入去伊的白围内底。月娘对头壳顶照来，两人的身影有时仔重塌，有时仔佫分开。伊忽然间停步来问伊讲：“我若甲话脱掉，你袂使笑哦。”聪德硬一个讲：“袂。”春熙真正认真走起来，伊穿一领莲藕色的衫，风不断甲伊的裙吹来吹去，田夹仔到后来也拢无啥去。伫咧无偌远的马路上，有时仔会有乌托邦徛过，几个装落一个狗的吠声互相叫起，五色灯火
因却伫咧即个荒真荒凉、真偏僻的即个小庄头内底，谈着即种无人捌有过的即种乱情。查甫的如果不顾一切来带伊，伊敢会快乐？春姬忽然间安尼问，床顶嘛有一粒意外。我想带还是无带，伊拢无快乐。春姬讲，可能头前会有小可，但是过了35，会快乐袂快乐，伊就拢会放开，拢会放一边。伊有家己要无用要追求的别项。时间逐逐接近，春姬回心去找伊的桌仔甲伊的画，因老母看敢若性命的钱财证明吼，伊拢甲伊囥伫咧路边，伊将内底的釉刷甲倒掉，佮看甲画仔穿起。崇德讲，感觉我甲你载，好啊，两人行去转去路边停车的所在，崇德下去伫车顶，一骹踏板，一骹留伫地面，坐好哦。伊一面吩咐春姬，一面来搭。春姬伫咧后座，人倒车海，伊嘛讲一句：本来我嘛有想讲要坐到前一站，再搁坐车。崇德无讲，春姬佫讲，也毋过佫惊你搭无法嘞，惊甲去伤重。想讲，先讲好，你若忝，我就落来行。回日要官府买房车，官府会着买房车。崇德真骨力咧踏车，春姬小可头前活去。伊知影讲，愈活头前，伊就较愈生气力。月娘也是咧笑，两人的身影犹原是分分合合。转去白水湖的路，伫咧头前一直延伸，脚踏车不时会有单调又佫规则的机行声响声。伫咧即碟，因两人心中共同的爱是迄个美丽故乡。春姬侧身坐咧，手囥伫咧桌仔顶，桌仔内有物件甲钱包、钱袋仔吼。伊又佫想起讲，迄个提剑而往的迄个美丽女子，招呼站总算到了。崇德停车，互伊落来。伫咧即当阵，两人拢屏息以对，无讲话啦。过一碟，春姬讲：我也无办法做啥物事，我无法度做啥物代志，而不顾爸母的感觉。崇德也讲：我想大多数的白水湖人拢是安尼，包括我家己。两人停一时啊，春姬才佫讲：但是即个暗暝却是互我家己的。崇德无语，春姬又佫讲：感谢你陪我。崇德犹原无讲话，春姬就背过身去。车已经远驶来，春姬一直拢无动静。崇德伸手想一个，也是大意的境界，讲：我看你上车了后，才走，保重。春姬嘛，屈身看车停的，家己搭起。法官无声。对倒位开始无声啊，歹势。搭他的那个肩膀。哦。拍着他的肩。从着伸手吼，想一个大意的境界，讲我看你上车了后才走，保重。春姬嘛，屈身看车停咧，家己搭起哩，然后才会手讲保重。车一个就驶真远，
司机大概嘛急咧要赶咧要转去吼，剩去徛在了后才回神。回头看已经看袂清冲顶的身影，伊毋知伊要踮遐徛偌久，伊敢若知影家己的目屎已经流落来。第6章到遮吼，9点12分，咱搁继续第七章第7回吼。8、9点的时阵，菜市仔人人群长住吼，长济啦吼，袂牺牲啊，用手捧青亮的即个鱼身，夸口招呼讲：上青的免鱼来哦来哦！伊免2抢3加辣，知影趁的吼，也着知影通食啦，有钱食免。路过的妇人人看到鱼价，就问伊讲：安怎卖？阿先啊应讲1两6箍。妇人人听讲吐一个钱，伊免2抢3加辣，是食要做皇帝哦？有钱食，无钱就免食。阿先讲。钱阮豆油敢会遮哩？像开水啊，趁一堆家好。今仔日要出山，我看伊也无传去，趁会着用袂着，毋值啦。来往的人内底，阁有一个咧停住咧讲话，讲是啊，然后囝孙仔拼生死，这是啥？压刀压棍，大空碎利吼。如此无一时啊，已经一堆人各自成群，对巷仔口讲到街头。当咧谈论的时阵，一阵出山乐音传来，政府的人过去出口处，有诶讲莫开，有诶讲一捧仔帮我比一下。另外一个笑讲有啥好看？棺材板堆死人尔。看伫后面的看袂清楚，又讲穿哪是查某囝，穿乌的才是新妇是无？头前讲，迄着哪着看迄个校服，听声就知影啦。人讲查某囝哭长度，新妇哭礼数吼。是啊，另外一个副声讲，爸死路远，母死路长吼。讲煞。看卖菜局经过，阁有人讲老局啊，你食饱的人拐仔花，一个猪里饲到20外，会担会做啊。透早含你卖菜，中昼送学生囡仔便当，一个查某囝拄3个人咧用，我想带着3台做积德吼。毋通互我做啦，我替你找一门仔好亲事。饮局随口应讲。因呢，又搁转去伊的担架。另外，妇人人煞即个想要甲做，毋人咧讲你请慢，饮局啊也未生了，饮局也未生了，单一个猪里，迄个妇人人一面面的拢一脸意外吼，问讲一嘴是啥物人？水啉啊啦！妇人人硬者才问讲：你是讲水源的小弟哦？是啊，这2年才咧开电器行迄个啊。水源啊，独一个小弟，兄弟啊，店面念小我。你逐工咧行大路，你是无看见？迄个旧址较早毋是双轮边，本来是医生馆，讲来话头长。看新娘啦！原来送葬的队伍过了无偌久，换做迎娶人马，一时锣鼓声不绝，众人即声搁换话题吼。今仔日好日红白事拢有，稍等下，大家来看开箱，听讲嫁妆一堆诶，哪有效？哪像乌鸟蛋日日咧相见？伊若拢袂野线啊，前世可能是将军，逐工咧开战。哪像武男的某，也是拢无输赢。
是啥代志？逐暝无歇。我看无相看，若像武男的某也是无输赢，问讲是啥代志？都逐暝拢无歇。讲到遮，妇人人互相搭耳孔，细声咧讲。另外一个佫问讲，敢是40外？愈老愈颠倒。你哪会遮通光？通光啥物意思？比如动食之事你哪会遮通光？家母相搭的事你也知。另外一个讲，莫讲这来讲，弟弟是要嫁互啥物人？头前讲到倒？迄个浮到18天外去，哪会浮到18天外去讲是即个后壁规说讲是以岛极致，整句比如是讲打斗或者是讨论激烈讲哪会浮到18天外去就是哪会讲到遮远的所在去，讲到伊先管实在是做重，也是情话尽，做毋知要留啥物人拄笑。白水湖的人才呢，一个医生，一个老师，毋知掠去啥所在，连心思都无袂好啦！揭开一个数曲，做啥栽培后生，即嘛咧做老师。迄个咸水查某，含人无共。是啊，两囡仔全是白水湖国校第1名毕业，竟然无爱互读册，拢去学功夫。真正是情会真无人即款啦。伊讲读册读啥册？谁会比因老爸读较济，读甲放某放囝？老师去找伊，甚至甲拜托，无效啦。伊讲全白水湖谁有因老爸学历，敢有路用？先锋10个死狗的时局一变，若迄个想愈远，看愈远的，愈早去互收拾去只读济。若毋知人世间凶险，换条刀时拢咧天命啦，还是先教因两个安怎过日才对我看无因这咧讲啥，歹势。从伫困伫咧车阵内底前后半小时，伊今仔日早起到户籍科办一寡资料，准备要寄互因离职。想要转去学校，才发现讲车破风，就伫咧车店小坐，等内胎补好，才要走。才发觉讲驾车发送的队伍不断加早离开教室的时阵，已经交代替声应该是同事啦如果第2节课赶袂转来，就由伊做小老师替声可是因一个学生囡仔从伫家己教了遮尔侪年的书，还未看过天分遮尔好的即个学生，甚至有一寡数学的课外题，从伫家己就爱加看一遍。替声竟然会当题目一看煞，答案就已经出来。替声今年5年，一般的成员和一堆同窗徛踮一厝。拄则歹势，我即嘛小听。头前迄寡人，你其实你讲的就是你讲这替声，讲到读书，但是无晓读。我印象中这是你讲这啦好，咱转来继续。替声今年5年一般的成员和一堆同窗徛踮一位的时阵，也会话聏，只是你会发现讲，伊还是比迄寡人话较少。做老师的教着即种学生，当然会使讲是如获至宝来形容。伊教了一学期，才发现讲伊甲人无共的身世。原先伊敢若知影替声因兜是开家具行，因老爸黄水源是木匠，家己的店面做生意，是一级平常的白水湖人家。一班的学生45个，若表现无异样，无啥物各样啦迟到还是早课的等等，老师拢袂特别去做家庭访问，除非是偶然去拄着2工前伫咧学校服务40年，就要退休的即个
赵景山老师含伊讲起安尼的话题，你听过黄润即个人无？崇德一时啊才去用问掉问到无话啦吼。听一出来，伊则两人拢无出声。赵老师是伊的前辈，平常时真好斗阵吼，真是崇德尊敬的长者。毋过安尼话题，伊无法度马上来接落去。看伊安尼，看着崇德安尼，赵老师就讲：即件事到今无人公开谈论。丁亥年1947年初春，白水湖失踪的两个人，一个是令尊，另外一位是黄润先生。即头前拢伊拢有头前咧用迄个人，逐个互相咧讲，像拢线索咧讲吼，讲两个，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医生嘛吼。迄一年，迄件事呢，一直是因厝里每一个人心内即个创伤，一直拢无好，也一直拢无坚癖吼。因平常时袂去抹迄个空喙，因为伤过疼。四世无人，从着了想则讲，厝里的人真少提起相关的代志、相关的事项。即敢若会讲，阮老爸王氏的种种，我到较大汉了后，才对迄个时代的讲话内底小可知影一两项代志吼。黄家冠上，敢毋是早早就已经搬离开白水湖？赵老师讲到遮，我永远就想要转骹吼。黄水源、黄水林前后拢是我教的。水源有够聪明吼，毕业的时是县长奖，全校第一名。因老母竟然无同意升学吼，无同意继续读书，叫伊去外地学木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讲我心肝袂疼。从着这一听，才想起讲替声徛伫咧讲台顶，竟是怎样的原因？原来伊是黄润的孙仔。赵老师讲，当年我走村话底，话底早啊咁要破啦，因老母就是毋答应。我掠准讲是经济关系，我讲水源读书所费拢我来出，但是呢，伊讲。伊有2间厝摕吼，钱项毋是问题，是伊对即个世间胆寒吼。读到遮，我想要讲其实这相反的代志嘛是发生伫阮爸吼，但是无共啦，阮爸毋是无钱通读啊，阮爸是无瘾读啊。老师直来厝里甲阮爸、甲阮阿公因讲讲读书安尼，像即种代志吼，较早老师真正是足热心吼。但是伊讲，伊有两间厝摕，钱项毋是问题，是伊对即个世间已经胆寒。从得听到遮，心小可抽疼吼。到水林毕业，代志又搁重演，伊叫伊去学电工。我含伊讲到后来，只敢若无甲跪落吼。听咧，从得感觉家己嘛是即个创伤的一部分，伊真正无法度去形容出迄种疼。赵老师继续讲，伊也是一句啦，胆寒吼。从得徛伫咧原位，一直袂当振动。伊想着讲水源兄弟所受的伤害，因为因老母惊着啊，因为因阿公只读悬，结果先掠去吼，所以无互囡仔去读伤悬。伊想着讲水源兄弟所受的伤害。毋是，应该是讲迄整个人类的创伤。无偌久，伊就搬离开白水湖，敢若是转去咸水。迄边咱即边即个旧厝就衰人吼，到最近3-5年，伊才陆续转来开店。从德讲，离去又搁回转来，原来中间有曲折吼。赵老师讲，我教30多年的资，伊兄弟仔两人是我上得意，也是我的志听吼。当然，我永远会记得因老母所讲的即句话：免先教伊读书，着先教伊安怎过日子。从得牵车苦战，就是踮遐
徛迄当阵，伊看一下手表10:05，铁城因应该已经开始咧上音乐课，伊都无急咧无急咧转去吼。车队甲众人总算拢过去，过路又搁幸福大家。崇德行2步，忽然间将车头射弯，无远的所在，就安尼就有10外个店面。黄水源因家具行就伫咧眼前，伊刹车行过去。伊伫咧门口停车的时阵，水源背对伊吼，伫咧当理迄个口茶吼。伊穿一领汗衫是啥？是内衫啦吼，双手塞迄个口刀，一去一来，手伫叮当的所在，玻璃丝的即个口刀，即个要怎读？玻璃丝的迄个木屑啦吼，我煞一时仔袂记个，应声而起，搁落去地面吼。伊手无停伫咧做，口刀呢一直无停。无偌久呢，涂骹拢是卷成一卷一卷的即个下小雪，淹没着伊的骹吼。伊换一个姿势，骹又搁打出木屑堆上吼，搁靠2个停手，剩正手去即个哪讲扶前了。可能是咧试汗吼，可能大概是太过专心，创德徛伫咧身后这2、3分里，伊一滴仔都无甲插着吼。创德哪看哪是无想要甲交了，才决心要走，伊才发现讲家己已经无法度退出去。曲老师有人甲画啦吼。好，有人甲画声啦吼，咱读到遮已经29分啦吼，200页拄好200页，咱今仔日读到遮啦吼。我已经袂记得即段故事啊，就是水源水啉即段故事啦。当然，就是含崇德相款吼，就是自细汉是，就是228的受人家属啦，所以日子过来其实足艰苦的吼。咱再个。明仔载袂使吼，我再搁找时间，咱再搁继续读吼。好，你若是我看嘛，若头一回来参与的吼，欢迎你加我做朋友，以后我开房你拢看会到啦吼。或者是你若有兴趣，再看顶头即个拼link迄个 YouTube， 我咱会使去 book 迄个 YouTube 吼，去 follow。好，感谢各位。爸比，你写遮多，敢有啥物问题？无，我是若大你当咧读一段，我就安尼较便利啦。我发现讲，我咧读菜市仔对话时阵，就读啊足流利啊。我后壁这我读啊是足艰苦。好啦，咱甲读啊遮好。好，感谢各位，祝各位今仔日平安顺遂。好，再会。